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。我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，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。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？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，Let's go！ 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小朋友游戏区。我们来看看今年有哪些的摊位来提供我们小朋友这些游戏。首先大家看到小朋友在排队的这个 face painting。还有我们的转轮盘，不可或缺的 Jumping House。哇，小朋友们玩得乐不思蜀啊！哇，台湾夜市不可或缺的弹珠台。还有小时候我最喜欢玩的套圈圈。好，看看我今天有没有这个运气。要不要试试看？呀，那玩的小朋友几岁？2岁半。哦，2岁半。哇，叫什么名字？叫 Max。哦，好可爱哦，加油！耶！还有保龄球游戏。哇 ，Good job。Good job。耶！这个游戏需要高超的技巧。哇！耶！成功。